的话好像只对我说。我的专长叫做流浪，你注定要为我绽放。5分40秒就可以將呢隻膠艇仔咧全部噴好，好均勻，冇死角，又快捷又妥當，可以講話乾淨利落。等等，大約15分鐘到咧，佢就可以乾透，我哋就可以落水，馬上試航。好，而家已經係夠15分鐘啦，試航。而家我哋出海試下睇下啲油。而家我摸條水先，啲油咧係非常之硬。而家你睇到我用好用力，咁去捽佢咧，一啲痕跡都冇，又快乾又平滑，係極度成功，值得同大家去推薦用我哋呢個納米手動噴劑。